美国政府的对点关税就要施行，风声讲台湾奉列最垃圾15国的其中一国。外界估计台湾受影响的是轿车零件或者是农产品。财政部长曾翠云昨表示，台湾去年对美国轿车出口金额是新台币31亿，99%是越野沙坡车。不过，经济部也讲，沙坡车无伫美国的扣税名单内底。4月初2，美国会公布对点关税的内容。有专家预估，台湾头一个受到冲击的产业，可能是汽车零件或者是农产品。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，台湾去年外销去美国的汽车金额差不多台币31亿，有99%拢是排气量1000cc 以下越野沙坡车。立委关注这敢是嘛会纳入去关税的范围？如果被列入的话，汽车跟农产品的影响会很大。最主要是因为台美的汽车的关税是有差距的，出口美国的是沙滩车，并没有在这一次昨天川普政府公布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名单。好，那我们只有降税自保吗？我们并没有出口整车到美国，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我们最主要是零组件的业者。没错。那零组件的业者呢？因为全球布局的关系，已经有些呢是到了墨西哥设厂。经济部表示，之前有去美国了解美国总统川普新政策确定的内容，有甲智库的学者，也有美国经贸官员见面。中央银行表示，因为美国对台湾资通甲视听等高科技的产品需求有变较济，致使美国为台湾进口的国际贸易超过销予台湾的，而且愈差愈济。以去年的数据来看，美国为中国进口的输入业入超是2954亿的美金，过来是墨西哥、越南、爱尔兰甲德国。台湾是提升做对美国第6大入超的来源，金额是739亿的美金。有绿营的立委提出讲，为了平衡台美贸易的逆差，应该持续为美国进口物件。不过，蓝营的立委烦恼讲，万不利台湾若因为甲美国贸易的量较大，红列做是垃圾15国，安尼敢是应该甲 WTO 提出申诉。假使我们真的被列入肮脏15国，我们会不会跟其他14个国家跟 WTO 申诉？我们现在不排除。就是我们需要去评估4月2号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关税的结果，然后我们才会通盘的去思考。因为美国要安怎扣对点关税，到今也无清楚。不过财政部表示，会持续关注关税对汽车产业的影响，嘛会提出协助的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